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8，旧历的闰4月27，礼拜四。新闻的头一条，艺人隋棠最近甲立馨基金会来合作，走入去校园分享正确的性侵防治的观念。隋棠搁伫个面册来分享到屏东一个小女童长期互厝内的长辈侵犯的事件，结果去互屏东县政府教育局来点名。 讲伊无经过查证就来发文，对囡仔是另外一种的伤害，嘛会造成民众对县府的误解。这教育局为着要澄清，煞颠倒来公布这个小女童的文书，一声换这个教育局的做法引发着争议。除了立馨基金会甲隋棠来收听之外，屏东县长潘明安嘛下令要求教育局爱检讨反省。 隋棠伫面帖写讲，屏东有一个查某囡仔长期互侄孙带去公寮侵犯，县政府教育局遂发表声明，以疼惜囡仔作为守护学生为题，毋但将隋棠原文的侵犯改做性侵，佫强调讲，深入了解后，这个个案无互人性侵几啊摆，敢若被强制性威胁。 引起网友的批评。我们觉得经过我们的这个县府的专业的指导这个用词遣词方面可能还不够精准还不够精准，这我们做修正。另一个澄清的就是说，不管是性侵害或者性猥亵，其实这都是在儿童的性自主权遭受侵犯的一个程度不一的一个状况。其实，在我们实务工作上，一定都是专业人员需要提醒跟需要处理的。 甲隋棠合作这个计划，立馨表示讲，相信屏东县政府后续其实嘛有做同步的处理。隋棠写文章嘛是好意，是要社会大众知影讲性侵问题严重性，县政府无需要安尼。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呢，如果我们每一个大人都对于这件事情有更高的敏感度，也许就不用等到某一个故事妈妈来到学校，孩子才有机会讲出来。 屏东县府教育局伫风波后，昨佫发出声明，县长潘明安对着新闻稿。 用词无妥当，要求修正，同时请警政单位去调查侦办。